过来，这件是台中的清水有人抢劫，5个男子是驶车到一个外籍移工税厝的所在，客冲入去抢劫，抢走着现金18万甲一条金破链。也毋过，当5个人抢到手，准备要落跑的时阵，其中一个越南籍的男子可能是落单，怎互现场的人甲压制，随后互警方来带回。若走去的4个嫌犯，目前拢也被抓到。落雨天，过来人落车，徛伫面体门口口，现场一片混乱。轿车随后是赶紧离开，过几分钟了后，警察才来到现场。警方调查，当时5名嫌犯开着白色轿车停在这个透天厝民宅外，然后持枪进到屋内进行抢劫，拿走了18万现金跟一条金项链。地点发生伫台中的清水，疯抢的民众是外籍移工，当时甲朋友伫租厝所在啉酒，凶凶去互5个人抢劫。你这间厝做外劳吧，就是有人在进出而已，有时候看到里面也有人在喝酒。警方也查出，疯抢的外籍移工敢若和嫌犯有熟识。是讲5个嫌犯抢走现金甲金破链了后，伫逃走的过程，一个越南籍的嫌犯敢若是落单去互警察抓到。过程中，一名歹徒因为这个逃逸不及，被这个被害人给这个压制。那现场有经过扭打，头部受伤，还有身上多处受伤。现在这个外籍移工身躯顶有大笔现金，也有抢劫的这个嫌犯枪击是为倒来。目前警方也甲你调查，若剩的4个嫌犯也甲你走路，警方继续追捕，希望会当赶紧将人抓入到案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